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早起公布一份医界的性病调查，发现讲有将近60%的查某人有互性骚扰过，也毋过性骚的比例干啦5.7%。工会是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来检讨性病三法，嘛应该更多病院来解释病院内底的调查机制。医界性别不友善。今年一个台病传出讲，有一位妇产科专门伫咧治疗未生的名医史教授。和6位住院医生加研究生指控伊性骚扰，要请示核准。根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医界性别无平等加骚扰的情形依然真多，对临床美劳人才有不利的影响。女医师可能遭遇到的比例，当然还是比较比较高的，来的很多哈，有超过半数的女医师在职场当中有遭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性骚扰或性别不平等的事件。工会用1年的时间，针对487位医师也有医学系学生做调查，有要讲60%异性恋的女性不造成性骚扰，是异性恋男性的9.16倍。研究也发现，异性恋男性无人申诉，异性恋的女性申诉的比例也只敢若5.7%。因若无申诉的理由包括感觉也未到按人斗相共的程度，感觉无时间处理，另外就是证据无够。这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些人他们最大的这个担忧还是我会不会被曝光，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耳语，有很多的这个八卦就会在整个组织内开始流传。性平3法通过之后，我们就有跨一大步，到还是要讲的是法律跟执行的这一端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实？工会提出3大诉求。包括医疗机构发生性病事件，伫咧设调查委员会时阵，就要包括一定比例的外部专家。另外，性病3法应该统一标准，规定病应该组成性病委员会，而且名单要公开透明。教学病的评鉴，抑个专科住院医生的训练资格评鉴，拢要参考病院的性病案件处理流程。因若到目前出国为止，劳动部是也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